上衰嘛。我太快了吧，才刚开业这个节目。太简单了，它还可以在30秒内哦，跑后洗出家做跑出来。10秒就好嘞啦。用爱发电。哦，打哈欠的就，冲耳水不的皮嘞。我跟你说，真的很丑。又染了。哎，墨镜再给我带回来。你看我们都杀体力，就当你就是安后。哎呀，我愿意先退休哎。料理节目啦，不是综艺节目啦。单拼的师傅，单拼的，容厉害嘞。几位煮呢？几位煮菜用？煮下酒菜。哦，老公好食酒的哦。我妈妈爱食酒。哦。你妈妈爱食酒，唔 cookie。你体力摆地啊？嘿，这个好食酒吧？请问你做麻婆面一家子做？应该师傅当厉害吧？滚买东西，应该系主持人。动人刀吧，嘿，帕拉梅拉，你刚才在说脏话吗？哎，没啦，哎，该顶级的车种让哎，我很少一开场就想干呕。哎，my Jesus，我跟你讲哦，其实动到落去变4大下哦，尤其有兄弟是朋友讲，哎呀，把 cam 用了。上的动球欢呼没啊，给米给他都老多，你有必要给分数？事实上没有，之后他们就不再讲这句话。我现在在客家界还有客家玄彬之称，对不对？我不录了。喂，多累了，还会上班呐，重办呐，又2天呐。收回去。哎，好啦，我们讲到帅，我跟你讲，今天2位师傅哈。唱了一点，真的跟你没有关系哦。我今天戴这个墨镜啊，至少又炸抖3分之一啦。啊，你想看本人吗？我想介绍厨师。好，马上的朋友都给面评审欣赏，提前的朋友都给黑小戴师傅。欢迎小戴师傅，少个的朋友都黑林群吉林师傅。大家好，欢迎。好，3號輪呢，訪陽到鳳吹嘅潛水站，喺來自桃園陽梅嘅有嘅鼓手哦，訪陽到秀珠姐、劉靜珠姐訪陽。大家好。哇，動作盡心哦。打電話咧，啱講，怎麼個愛可以視為比較燃刀咧？接下來這位帥氣無比，苗栗體育分嘅向梅東，今天係曾振宇、陳星璇。你剛好講客家玄彬哦，要跟你講，這個是吳尊呐，哈，還有這個陳怡蓉，又強。他們就不能像自己嗎？對呀。那我像玄彬嗎？而且我們客家人、苗栗人的顏值都水準以上的。對啦。對啊，好啦，先來看一看你鳳吹姐姐哦，鳳吹姐姐今年都百寶箱地都帶了嗎？該嘞？仙草凍。有冇2下面就獻醜哈？有哦，你係愛撒去種嘅仙草。好哎。我們一口乾嗎？而且是溫的。溫色溫鮮味，去哪煮味啊？對，哦，厲害。你蛋糕係牛腩，韓國加嘅花生。懂了哦，膠質很多。要懂香哎。台灣人做天蛇啊，做天蛇先是凍面，和啲仙草做得消暑作用。哎，真的哦，人講小 Q 伊厲害呢，佢都三期地都打敗煮飯，其實人啥呀都大家叫我來食飯，好冇？唔愛啦，迄個珍珠姐啦。哦，迄珍珠姐係冇？伊迄主廚啦。咁萬人當要做嘅嘅客家料理嘅客家美食。伊呀，愛來賓還有兩三個。打雜啦。我說場外的姐姐們，加油隊也是。對，這樣講，可以比賽時間，這邊大概有70幾位。對，來自楊梅的美女都會 Q 她來比賽。總而言之呢，你看我們2位姐姐加起來的料理年資已經是超過你們藍隊了。雖然藍隊是我同鄉人，但是今天也算是對手啦。嘿啊，來試吃美食好不好？好。來，小蓋馬蓋。堅果。是你們自家造的嗎？沒。那為什麼我 TP 帶啱過來咧？堅果一樣哈，因為落梅呢加工廠啊，大概5年5屆，會送客戶嘅一部分時間，我要做這家請工廠的推資，咁樣呢好嘅健康嘅堅果來送客戶。所以新璇係做食品相關的條路。沒呢，我不開係做拉鏈呢。開工廠重做拉鏈，真嘅，不是你要的就是拉鏈2代，
伊黑。拉链二代黑给他肉锅，拉链二代的媳妇，牙肉公哦，拉链二代是唔是？牙肉公，牙肉公，拉链二抖得很慢，你跟漏工了，牙不是路上随便走的吧？拉链小开在那，拉链二代的媳妇对不对？那振宇呢？这应该是远雄集团服务。哦，远雄二代。而且振宇系你老朋友推荐过多一个，所以代表他一定是有备而来。谁推荐你来的？啊，瑞玲姐啦，瑞玲哦，姐。瑞玲姐。哎呢伊形容不让你来参加空海沙团。哦，参加空海沙团。伊有讲白欠动燃刀吗？不可能。如果要拍懂神期要活动懂神期。伊冇讲，伊冇讲。没有。秀玲姐。她是瑞玲。哦，瑞玲姐。还叫错人家名字。你冇问钱不急。哦，莎莎蕾慢性的。给你一个台阶。莎莎蕾。马上来金好体育馆嘅 PK 咯。用钱来挑战。第二关考验用嘴对食材嘅认识，还有对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我动脑筋，还会比反应。两片变素养，顺来慢人较厉害。请出击嘅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咯！哦，大摆哦，来到俩馆哦，挨到民主的心馆哦，未了来片强下必搏跳。又相信更困难，未又相信哦，真正系送分题。所以等下哦，把只题目记袂住哦，假使有让也係要回答正確，就做得到2分的哦。冇錯，阿美留各位參賽者講吼，除了各位要挑戰以外，總成績加起來呢，就代表講廚師真係先幾道好食材哦。所以你要條弄結吧，就不要答對。以前你是勝券在握，你希望多學到也係少學一道。希望少食掉。啊，那我們全錯算啦。你呐，這關跳過。箭頭殺條步。好，風水先來。紅隊先來先一題。漂亮。好，家事處理達人，下半那個沒洗米水嘅用途 ，A 係除鏽 ，B 係潔淨衣服 ，C 係防止禁止起物。洗米水啊，會丟體嗎？會溜電。榴蓮黏菜。唔係，冇黏菜錢。來捆到啊！姐姐來看，來，拱手交。來，哪一個？你幫我主持一下。那就二嗎？二在哪裡啊？二在哪裡 ？A 2 C。哦 B。好 B 嚟哦。我仲講黑啊。好。誒，我哋個線譜咯。好，看下正確嘅答案。嘿。啊 C。係啦。其實 A 到 B 都係洗米水嘅用途啦，因為洗米水底背度含有參與嘅種澱粉，澱粉佢本身就會有啲嘅摩擦力，所以佢對有啲嘅那種淺層的鏽斑係有熱天嘅效果嘅。它就跟他講到嘅洗衫褲啊，因為佢底背度嘅每兩個元素，它可以對於像是衫褲嘅汗漬、油漬都有熱天嘅效果。好，唔怕，提一提聽，還攬出嚟選擇。上衰嘛，我太快了吧，才剛開耶，這個節目，所以先把它選掉。來，請看咯。好，客家諺語講木水調只有 B 來錯，係講用嘅人呢 ，A 係運氣到好 ，B 係好事難做，C 係作惡多端。有談過嗎？要去發真嘅冇談過呢。冇呢，木水調。新學有答案的。水調只有 B 來錯。A 應該係 A 張錯。木竹濕濕，從我就自己比過來，表示個運氣到好。對耶，有邏輯，苗栗人就聰明。黃色。好，來看下呢啲嗬，感覺正確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。恭喜！呢啲就叫認真研究嗬。接下嘅解釋到說明哦，眉毛唔錯，到木水嘅調叫為安樣先啊？哦，打哈欠的時候，從耳朵吹落去嘞。我跟你說，真的很醜。墨鏡再給我帶回來。都差啦。哇，所以潤氣動好，恭喜啦！風水加優劣啊，風水加優劣哦。選蔬菜。想要美白哦，節目已經最好美白了喲。好，料理風吹嘅時節，我揀乜嘢看唔會變糊呢 ？A 係味淋 ，B 係糖 ，C 係檸檬水。好，應該要糖過。你看嘛，看哪種嘛嘅喏？應該是檸檬。強加答案嗎？檸檬水係嗎？我看一下。 C 愛嗎？
啊，是愛哦。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！是啦，唔怕唔怕。哦，其實咯，唔單止係炒風吹啦，炒嗆出來時節減下幾位便符哦，就做啲產地嘅蒜類嘅東西，譬如講蒜絲啦、檸檬水啊，就做啲甜手嗆出來冇嘅便符。那炒風出來是係只栗子甜甜，哦，還有好多專業復卡嘅時節咯，今天晚上就在期款啦哦。好，幫我們給分。好，好，生下來南最上嘅先哪一題咧？最後我們來選果凍食材用嘅線。好，嘿看看。來龍蝦還是和牛呢？哎呦，好，哎呦就嘅講油醋嘅結構，嘛計真係正確嘅。A 係越 Q 越香，B 係澱粉越多越好，C 係越硬越好。B 哎呦，很聰明啊！哎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國內係啦。哦，高檔食材常吃嘛，哈。因為它是什麼？拉鏈小開2代的媳婦。怎麼現場面我都要貴哦？你講很滿哦，你現在講很滿哦。是了，我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！果然是拉鏈小開2代的老婆。真係冇辦法啊，頭先安裝。哇，做乜嘅係熱溫見多見好咧？因為熱溫見多就代表講嘅熱勢吼熱辣，喺個煮出來時節咯，熱溫哦，喺做啲嚇熱味嘅甜味很容易會走出來。啊，剛好又看到嘅 C 選項，竟然其實講還唔好啦，口感唔好之外哦，它其實那個鮮甜味都走退咧。好，有好多，恭喜恭喜來！哎好，呦，藍水凍厲害哦！好嚟，馮翠要先來嘅。來水定呱呱。好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一定的。哎，哎呦你還做猛啊題。其實我是吳彥祖，吳彥祖。不是吳尊啊，拍起來進不進步？這個會塞牙縫，而且這個明天我還會看到他呢。這個比較唔怕，唔怕。馮翠要先來嘅。來水定呱呱。好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一定的。哎，哎呦你還做猛啊題。第一係哦，都漢時30秒當中，我來跑番薯絲，迄個要做在跑100公克，按樣就算過關呢。另一關然後對人哋馮翠參賽者姐姐嚟講太簡單了，他還可以在30秒內哦跑好時直接做泡菜。哎呦，10秒就好了啦。用愛發電。沒有。你唔信嗎？哎，我跟你講，還可以做7000人份哦。可以。廣好，東記住姐，準備好先嘛？準備好了哦。等嘅哦30秒哦，100公克哦。 100，好，馬上開始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！當年當年就有時會抽，優先包落去燒魚來。很強呢。當你有四場豬啦，四三幾四，你要要煮多啲那種煮嘅咩？幾會四位啊？好哦。數聲音就有一樣。他一邊唱歌，他都能哦。沒有。可以。抖出來喲。8、手要小心，要不要換一個嗎？ 6、5、4、3、手， 2、不會1，起變抖。倒下來，抖。啊，這個也倒下去，你要總那兩年還苦的。太大了，好，記住一定成功，一定成功。超高嘅啊！哎呀，過咯。熱天要炒高啊，一般是炒高的。哦，你哦，有嘅啦，哎呀，有200嘅。兄弟嘅啦，超過200了，得分。這個再轉移用愛哦，都打熟嘅啦。那咱們煮番薯湯。好，恭喜風吹。現在平手，剩3題哦，藍水，我是哪隻？吹條愛愛你。哎呦，菜頭大哥嘛哦。哎呦，來第一關我講呢，等下我利用沙地圖拍一筆出來，來摸嘅很多菜頭肉。譬如蘿蔔泥30秒當中呢，我要100公克嘅菜頭肉，按樣就算過關呢。好，你嘅參賽者呢已經準備好勢啊！該開場之前，看那預備動作已經擺了1分鐘了。除非才會緊張，會緊張。分工哦，無論樣板都係阿哥攞去做啦吼。這一個平常有做料理嘅習慣嗎？你卡住咯。其實我是吳彥祖，吳彥祖。不是吳尊啊，拍起先厲害。苗栗吳彥祖找。開始我蠻好煮飯的。好了，準備好勢嘛？來，好，來吃看啦。搶，開始。哦喲，哇！哇，
这个我不知道吴彦祖这么会削萝卜泥。哪里吴彦祖会做嘛？该职业呀。哎呦，看起来应该无简单呢，全部水呢。对呀，冻豆水冻火。他连全身，他连头都在动。加油！嘿嘿嘿嘿嘿。哎，嘿嘿嘿，你马给你。再来，不是你的床。4、3、2、1，停好了。等下不够，你再把整个放上去。好，说不定够，说不定够。哎，他不是连大盘搬上去？不是。不是。干脆压他算了。激动嘞！哎呦，有一点起飞哦。有嘛？你听我有啦，就算一点点。还用淡薄要加总会都有哎。民主是款你的哦。全村的希望，全苗栗的希望哦。好，苗栗。全世界的希望。苗栗会挺苗栗人的。会管。彦祖啊。彦祖要做。彦祖。品种做一组嘞。为什么不把它弄下来呢？这很用嘎沙。哎呀，差一点嘞，更贴的，差一点点啊，这个没关系，尽力了，没关系，懂用力。参赛者，我们是有运动家精神。我们给振宇哥一个，好，不，这真的不容易，这真的不容易，看似简单，对不对？其他题，好，没关系。其他题，红队想要先那个，其他的啊。杯提新的饮料。好，对了。你没想过水了？唔係。来，下边那一种饮料热量最高，A 黑摩卡咖啡，B 黑焦糖拿铁，C 黑卡布奇诺。平常时有是咖啡吗？有啦，不是哪一种咖啡？出不會鮮啦。哦哟，凍不鮮咯。啊，我哋可能嘅湯粉下高嘅係。熱量我看熱量啦，湯粉下高嘅係焦糖拿鐵，嘅焦糖有湯。又有焦糖又有牛奶，对不对？好，有道理哦。是吗？好，题目请出这，摸你都点点。他都是喝酒提神。好，那我们就听秀菊姐的吗？好，好，記到嘅答案係 B， 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 A。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其實今日小曲阿姐哦，要講到日本廠咧，就看湯粉我摩卡咖啡哦，金蛋醬凍甜之外，還佢含有加凍到嘅鮮奶油，所以佢係油未凍到，你想看一下，過油加上過湯，熱量炸彈，差唔多24倍哦，體肉就係2碗盤嘅熱量。那是不是不要加糖就好哎？嘿，不過佢本身是有巧克力醬，一種按到摩卡咖啡啊，好吧，巧克力醬凍甜凍油呢，係啊，唔怕，因為第一下唔係呢條小李係萬師傅小李咧。好，藍隊最後一題咯。好，看咯。阿妹那一種蛋類的亂泡質，較容易俾人嘅腸來吸收。A 係全熟嘅荷包蛋，B 係水煮卵，C 係長嘅雞卵。好，也有泡沫哦。對啊。我團黑是 B 啦，有水煮的，生的哦。係。兄妹打一下來。生的可能應該生的加 B 就較難，可能係試到係 B 呢。好啦 ，B 啦 ，B 嗎？試到 B。好，看下正確嘅答案就係恭喜！水煮卵哦，佢做乜嘅哦？係容易做啲半嘅腸胃來消化吸收咧。其實卵拄到熱嘅時節哦，其實會變性。這個變性唔係誰來變性冇嘢哦，是它結構會變化。這結構變化之後，腸胃是好容易會吸收。那剛才又講到誒，全熟的荷包蛋，佢就加上嘅全熟它太熟了，變到還冇容易做啲消化了喲。因為水煮蛋佢降熱時間係潤，它的受熱均勻。太厲害了，恭喜藍隊！好，兩下成績已經出來哈，風吹得到2分，藍隊得到3分，恭喜！恭喜！那麼時估就得到5種食材咯。哦，先學材料。哎呦，給你按碰牌哦。7點5。好。哦，好的蛋白質。好。來。菜色。椒的。兩紅的哦。兩紅的。蛇泥瓜。哇，3紅的。單出2紅。卵愛嗎？唔愛。呢？木耳。好。
哎，有2种菇，好，好，金针菇，这个会塞牙缝，而且这个明天我还会看到它呢。这个比较唔怕，好啦。用款牙，那你准备好嘞？要准备好把师傅抢上菜喽！师傅上菜了。哦，好菜，小戴师傅选到了5项的食材，对第一项就钓5片，诶，选到我心肝都最好的。最好诶。啊，不过亚洲食材牛线后菜面哦。有哦，做五柳鱼。 5柳还蛮有意思。五柳就是有5种食材的丝。啊，你知道5柳先生还蛮吗？马尼，陶渊明哈，谢谢。哦，来红彩杜甫做的。哦，豆腐啦，豆腐。哦，来，先拿去哪里来？等下烧锅卤过。用羊卤一下吗？米酒到2针。好。哦，来拿去片啊薄点。切薄片。等下破下夹。一般的俩道菜是用几枚鱼太破，哦，咱今日下夹用鱼片下夹。哦，我是几条会下好，下好看啦，台妹下好看。其他的就会配料是吗？对，配料，麻烦该咱甚至是不大切一条切丝。哦。哎，那该米酒。哦，一点米酒下去，你刚刚讲到一个五柳鱼，讲个典故係來自於陶淵明啊，真鮮係豆腐啊，真的。因為該典故係講杜甫有一擺一篇友去木卡，冇東西做本記得寫，啊變相冇變相嚟嘅。干係是哪個變相？你講爆料沒有？好，咱習慣咧啦，習慣講變相，吼，啊木卡有嘅東西拿來切的，哦，拿來做個五柳魚，然後結果一篇又講凍口型，哎，這個典故是這樣子來的。可是還是沒有講到為什麼叫五柳魚。就是5種食材，上到從柳樹，就用蔥挑誒。油溫有幾高誒？差不多160到180左右就可以了，哈，看你也該肉，下破下噴呀下噴。我說等下最背面有一個炒嗎？嘿，等下來全部過油以後，來該煮該醬。哦，好，淋下去。人個醬來做嘛，該面頭嘅醬料。佢有一點點偏糖醋，好，咁我下酸一點點，甜酸安尼。你錯人不喜歡豆腐嘅啊？佢該做蒙多機啊，佢都唔講嘅。佢味道會攞一家自助哦，錯人不含當線來台北帶呢。係啊，滿棟都係工人啊。你哋下個撲土噴土係建議大家豆腐卡用起做啊？下家，下家，咁個因為外下河群用幾枚下去煲。哦。像做松鼠魚啊？不用切到安尼啦。咁個感覺起來會下從睇出安尼。哦，咁個味係混走粉。混走粉。所以應該下看到按到嘅菇嘅時節，你知道講金針菇下從嘅挑啊？因為該是唔是切的？雪白菇裡面不是切啦，紅喜菇也不是切。太細條下冇強壯啊。這五柳最好是該一致性。哦。5個拍好一下最好嘅吼。對，來凍夾。等下嘅醬吼就挺凍鐵片，跟糖酸甜酸甜安尼。所以那裡有用該點番茄醬還該鮮蝦醬。哦。可是5個不是 potato 對不對？你在上色嗎？對，就安尼差不多嘞。定型。看來這道菜還蠻容易的。對，很容易。用氣炸鍋也可以嗎？氣炸鍋可以把魚塊先炸起來。對啊。然後就直接炒就好。好。呀，蔬菜類，蝦。哪一家有鮮蝦？等下是全部凍夾。對，冇買差。你是要過個油嗎？過個油下來。為什麼中午的吃夾炒？安尼下夾啊。沒會下降。可是這樣，我就會吸太多油了。所以等下要稍微濾一下。咁個時間咪唔會長久啊，一下就好。
切细该熟程度，时间是会合格。这也是杜甫说的嘛。毛豆腐，来高豆腐诶。你讲都啥基地就当你这是安后，没啊，我愿意先退休哎。你会煮呢？你会煮菜哦？煮下下酒菜。哦，老公好食机会啊。娘妈妈爱食。哦。娘妈妈爱食酒，好嘅。你提去摆地啊？嘿，这个好食酒吧。切细该熟程度，时间是会合格。这也是杜甫说的嘛。毛豆腐，来高豆腐诶。好。哦，咋个了？做酱了哦。来番茄酱下去。番茄酱一定会然后去先炒豆。茄红素炒出来，嘛袂合紧，一点汤。一点调油。咸蒜添的做法就较讲伊吼，嘿，就冻好些的。水下去。芡汁。行，我最尾面行我甜酱哦。嘿，然后去下高点，因为来醋下去。哦，含酸甜。慕斯没做的。黑醋也可以。哦，台滚下去。该芡汁，这要把握时间，黑魔会变半车。哦，魔会变鼻涕哦。好。那为什么不要最波米章，不用甜酱啊？我要让它直接扒上去，它比较快，因为我汁没有很多。哦。其实要落去扒落啦。哦，扒下去，嘿。还有冻酱哦。好，安宁吃好嘞。好。五柳鱼。按钮去后 C 喽。是不一个中奖有给杜甫一家中奖啊哈！哦，来试看两套五柳鱼，开始吃看哦。我了。刚刚家都有认真看吗？有。你看比杜甫说的还有什么？这个杜甫说对啊。哦，咸酸甜冻好吃。这就证明咸酸甜的味道，酸酸香香。嫩嫩。有别的形容词吗？这道菜的料理员没懂讲。当卵好些，好些。初了后些自来，冻好些。冻好些，有道理。李佳实，非常好些。那彦祖哥呢？是这样米西啊，国电里面杜甫煮的好，因为讲咩啊，杜甫特别磨冰小，囡仔可能。个菜叶你会按不会菜，你做这天在去，磨同咩种，唔会磨偏啲粉哦。系啊，哦，这样甜都按强的米线。按不头他杜甫了炒本身，还有你就完蛋了。应该是酒呢。对啊，就是的。给它逼掉冻酱，而且你可以讲蛋浆用炒的没做的，唔可以油红的做的。其实冲上去的时候，就会写出来的贴都像挑空一样，就像柳树啊样面。我用泡的，用脆的没做的啦，用脆的做的。好，我用水的，冻简单。然后呢，就会本 CV 哈，显示按用咸酸甜，感受一下人生的味道。因为等一下呢，就要进入了我们今天人生的大对决。哎呦，哎呀，这个好热煮啊！煮皮好的哦，哈。唔错，马上就要进行最杯米馆嘅挑战。做下点功夫，真紧张嘅料理 PK 来了。两嘴爱到寒天嘅时间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卤菜。上来万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被前面咯。实实准备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准备好爱上菜了。最杯米馆呢，加头前呢只有检查1分听听，鼓手呢边数边养就靠牙关呢哈。请问一下冯吹。带
来个，哎，先别急，待落去倒的哈。太紧张了，没关系。先老太讲讲一下，催命系嘛该？鹹酸甜排骨，鹹酸甜排骨。小戴师傅又不記得靈感哦。排骨要泡好嘅，係冇？因為較難泡成小可泡啊。啊，嘿，較夾，夾時間亂擦。有準備好嘅吧？有啦，你看，該多就聽伊落去。真的緊張啊！好啦，唔是緊張，今日祝新山夫會保佑。好哦。好，這杯米罐老太講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你聽我有信心。聽講哦，咱推禮拜哈，帶來個秘密武器當厲害哦。哎呦，還把阿公帶來了是嗎？哎，嘿哦，怎麼改？我用講吹苗按到嘛改？阿公肉做客家早面，阿公改牛，有煮面，確定阿公的牛拿了煮面。阿公條擺煮不改還是得牛不啦？哦，阿公的米頭。哎，那阿公的米頭，阿公的米頭。所以這個有特別跟阿公的相交一下。哎，大家嘅米絲食時有咩可能酸鹹甜。哦，對你對我來講，今日我攞倆阿公的木頭煮出來哦。我要盡量啦，盡量複刻一下。好，子木一罐雖然又限量限一份，但是 anyway，不要放棄，好不好？不要放棄，我們會繼續努力。因為你剛剛四大阿公吳彥祖、吳彥祖。哦，準備一罐哦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兩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。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搶開始了。好，好，來看一下風吹來咯。哎呦，實在開始破了，回炸。哦，姐姐嘅回炸過後已經倒好勢咧。安泰國哦。泰國食到還有梅絲啊，還有口感啊，它勾麵。嘿。這個怎麼辦？如果比速度的話，我們可能很快就好了。沒有，韓國你都有韓酸甜哦，比師傅多一紅，鋒利。對，因為剛才沒有盤子，也沒有這個選。因為我們如果再多打一題，就有鋒利了喲。喏，姐姐，你看，等會來自於旗艦社區哦。對，旗艦版的。對哦。那嘴裡會講嘛，按照旗艦呢。哎，又讓真勁哦。我問給。你看到咁乜嘢？我看好多姐妹殺鐵皮要衝下來誒。係啊。燙絲。等下，假使又讓你千萬不能都免份啊，應該咁樣。我應該。記得友情贊助。哇，好，加油團。他們今天特地來加油的。是的。還是下一集要比賽的。先來探班啦，哈。現在學一下啦，啊，只都來報名啦。對呀，你要等我來報名哦。係啊。做得講，做得用講啊！呀，這樣先啦。係啊，摸。啊，我夾啲話。哇，很多嘅什麼都。嗌下唔食住啦，所以慢燒，本燒本。狂春呢？對。嗌排骨好。姐姐今天是特別穿着新衣服來。係啊。對，你凍傻逼呢？師傅不敢惹你呢。咁表係阿公嘅樣，梗係小豬姐樣咧。呢啲係比東西都會用多咗一集呢。太熟了。哦，還是我們先過去。東陽明先過去哦。料理好哦。哎，應該就會先。哇，吳彥祖，太過了，黏住了哈。黏住了，上次沒會煮了，冇辦法。都看冇黏時自家煮。哦，冇黏嘅時間，係乜嘅時間？冇黏沒啦，一面係娘嘅呢，對吧呀？娘。爸爸媽媽冇喊，他不卡本兄那邊冇買東西，就不用在面。按按落妹下課時當簡單，就面拿出來，啊，分菜鹽有乜嘅菜，可能有蔥嘅，有鹽絲摘落來切，不用落去。你會煮俾妹妹食啊？係啊，妹妹自己咪當會煮啊。聽下妹講阿公煮嘅咩？阿公貢獻嘅牛啊！妹哋阿公面，阿公牛煮係啊，妹妹哋阿做一個牛哈，咩鹹甜牛炒咧，當炒飯，當炒拌麵啊，炒飯就當好，從家菜料特別冇咁牛好食咯。上次阿公煮嘅，他就是點啊？哦，佢可能不用嘟嘟吼。對啊，你有上幾道對啊？要擺盤呢，我要漂亮。哦，然後嚟下面咧。你還可以準備一些懂孤單呢。料理節目啦，不是綜藝節目啦。綜藝節目，快啦！快樂不一樣。面，好夾啊！面，
新选平常有做料理吗？有哦，我做你会煮呢？你会煮菜哦？煮下酒菜。哦，老公好食酒的啊。我妈妈爱食酒。哦。你妈妈爱食酒，唔可以？你提前摆地啊？可以这个好食酒吧？妈妈爱吃，松不安呢？有遗传。对，遗传。我还不用捅。好。哎呦，厉害哦！你看，要接触到木台。新选真紧张。新选你的菜系老马莎好改。马该啊。你做菜啊？跟谁学的？跟谁学的？刚才不是说妈妈吗？哦，妈妈啊。妈妈不是好学酒甜？对呀，所以会做一些下酒菜。对嘞，哦。那你有祝福你要赶牛生吗？有啊，哎，这个肉是我婆婆昨天特地帮我买好的。啊，你还剩这一点点。哎，这大专业不是大专业好一款。哎，跟他证明说，应该仅仅有用多。哎。哇，该皮了又重规该片给锅包肉。锅包肉哈，回锅肉，对，锅肉啦，锅包肉唔美啊，唔美啊，你走。好嘞，好嘞啊！你们快好。一定都係你一片客家嘅。那面散散可以。面還蠻強的，面還注意下。哇，我們這煮的話，你有胡蘿蔔啊，即係很醬哦。鹹酸甜煮好咧哦。再有醬哈。有哦。來，你的排骨真嘅很下醬哦。太地哈。唔驚飲食。啊，你計下嘅鹹酸甜，要加埋嘅咯，大家小計一下。基本都要嘛。還有不用薑嗎？筍條米。哎。鐵丁。還用炸肉。這道應該也很好吃哎，而且兩道都很快哦。來來，排骨掉落去咯。掉落去。謝你哦。哇！哎，剛剛冉冉看哦，有啲像韓國的韓式炸雞。有啊，甜甜啊樣。甜釀系列。你做得表嗎？做得表啦嚇，表落去啦，你離肉離骨咧，冇強住。哇！把它必爆哈！真的是高手在民間。對呀，高手在旗艦店。對啊。哎，迄種都三 K 地主當年就是安後。對啊。我願意先退休哎。冇表到，挺多。哦，真係大家都。你個小雞還有甜面嗎？我喺歷史中。歷史中哈。哎。歷史中。爆片中。哎，報名演啊。演戲忙些。那個早起嘅全部係個長輩，啊，就全部按個，我哋全部做志工。都有心。好，那我們去救一下那兩兄妹。可以，你慢慢走哈。好。人家煮好了哦，挨好嘞。哎呦，你慢點啦。挨會擺盤嘞。來。挨會那個像那生。哇，師傅先那個，他有那個嗎？潘恩啊哈。先賄賂，你懂比賽規則哈？啊，一定要賄賂的。難拼嘞，師傅，難拼嘞，容易會嘞。先賄賂，你懂比賽規則哈？啊，一定要賄賂。小朋友不要吃你一定懂嘛？該贿赂你們一下，這框框，我用手就好。框好什麼？好什麼？蠻不容易啦。哎，媽媽同你講好食，很像烤肉的味道。好唔好食？阿公牛。哦。真係阿公牛。不是阿公會表演了喲。好吃。哎，唐公一定有個面還蠻硬。面有秘密武器。對。哎，阿公改媽媽嘅。阿婆味啦。媽媽再熊油。油葱酥。油葱酥。因為倆頭出凍凍面。不用煮油。不用煮油，係呢。啊，唐公你等下面咪無有特別嘅挑梅係喏。係啊。先不用留底拌面時間，先兩邊先變到落去。唔會哦，唔會呢。食菜哦。油沾油調油哦。會，不用食啦，油真有食。差唔多。差唔多，用這邊哦，是太公也沒清掉嘅。你做的很認真呢。你講緊嗎？你係做花藝師傅嗎？唔係，應該是不巧。這個擺盤我第一次看到擺得這麼認真的。真的擺得那麼認真。而且這個待會還不一定會吃到。好，可以叫一下。好。
这个架势一定要帅的。它这样的搅搅的，青米虫条这样的不用落去，哇，米心鬼就出来。擀黏住，擀黏住，擀黏住。家里是不是妹妹的地位比较高？这是一定要的啊。他主厨啊，豆油，做成你批光奶油油压倒逼，对面都批豆哎，又臭又批豆，米西，对，胜利的味道。真给我猪要放一点猪油，猪油这样猪要放点猪油，猪要放点猪油，这样甜的出来米西，有点菜嘛。好，来，好，最后葱放上去，倒数嘞，好，天草马松的都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起点豆。上去了，次次看到最分米馆，乃不开米西卡赞的喽。来本期改嘅众山鼓励。哇，今本日的料理呢，全部都会算是蛮快速的，很少煮那么快哈。错，先来吃快一点。吃这个哪里风吹嘅料理好冇？来，但香港人家写都是冻香的呢。我们的肉超好吃的。你都会挺厉害的。好吃它。也係聽過媽媽嘅味道。原來都係好好食。哎呦，水果嘅品價呢？哦，新夢先生。这是按钮看女儿的发沙给阿公阿婆没长吃的。好，金泉之后呢？它没有别的形容词。有，你讲都讲。新模有你生年的功力，有看，真的有看。香香哦。两梅头吼，就係所有客家人哦印象當中嘅鹹酸甜，非常嘅好食。稍後咧就看一下攬出嚟一片阿公肉嘅梅頭。阿公嘅肉。哇！難拼咧，師傅難拼咧，挺厲害咧。有個面，有個楊媽媽嘅油葱酥啊，好食哦。小叫雞咁講樣嘅。一面當我是當香。看這些，看這些。他講兩套料理嘅重點嘅新選，愛用甜甜落去煎嘅豬肉，還有炒的那個醬落去吸落去，太厲害。對啊，做很多年了呀，大禮拜就好像做一半，因為米西哦就很期待。那個油葱酥呢，知道還是真嘅客家人啊，自家不卡自家做就清楚，你就自家做，有還是自家做。哎，獎金拿到了嗎？哇！咱除哦，記到貴國客人哦，看你哋也是嘅節目嗬。風吹哦，現場住都眼都係加油團，到底最尾嘅結果形容俾你實實嚟看。加條錢呢，風吹到冷水，分別係6分到3分，整差1分聽聽哦。師傅，風吹搶半分數3分，7件分呢，8分。好，3點下來，見中了，我哋看一下冷水得到幾多分。非常巧在師傅公平。哦，兩腿梅頭全做凍好，哦向梅全要出來。啊，不過一點點小建議，該冷腿，可能該豬肉該醬汁，醬汁，撈一點點水嘛該，它可以結合到該麵的味道，該整體性會較完整。哦，一點點小建議啊你。好，謝謝。因為調料紅菜香料。對，就是會比較像一道菜。那我這邊沒有小建議嗎？你這邊就是很一道菜，哎，應該醬汁全部巴到啲淡薄，應該蔬菜然後該排骨嘅梅全部又結合在一起。羅師傅嘅梅，謝謝。好，阿杰師傅。哦，風吹料片呢，一個鹹酸甜嘅梅頭真給濃厚，很酸的那種夠味。那有一個小小地方做的建議，該鳳梨做的老水不煎過，哦，然後呢下去醬汁煮進去之後，那個酸甜嘅梅頭做的老這個肉啊，給它軟質，把它軟化。啊，你看杏鮑菇真給濃厚是，唔會嫩嫩，哦，就是那種不會暈暈這樣，好，真的裡面的保水分真的濃厚些。啊，南推料片呢，買些傳統嘅太脆啦，因為那個擺盤啊、食物呢都是真給東江。然後有一個小小建議，就對，剛才你們有加一點胡椒粉嗎？
哦，没有，有点老一丝丝的，这样就客家面。哦，嘿哦，要不香蕉。起一下哎呦。客家人极爱胡椒粉，有样有样。公公一定最贵的。我们有时候吃冰淇淋也会加胡椒粉。啊，不，还用烟哦。没有，用烟听。加点海盐吧。好啊，成绩已经出来耶，马上呢，你就来颁奖喽。怎么太气嘎？点门你呢，真的是挑战非常的刺激。从一开始的这个暖身挑战呢，居然有悬殊，没有拉锯战，很拉锯啦哈。成绩已经出来，风吹总共得到8分，男吹9分，先来恭喜男吹。好，男吹系第一位总冠军，大声点尖叫声！恭喜恭喜！3号人呢，你风吹得到的，也一个系呢是不锈钢蜂巢烤盘组。好哦，沙皮低度有冇？上次用下波用卡式炉嘛，低度靠用。好，哎，比配下就好诶。哦，赞。对，恭喜！好，撒旦哈了哦，我要来专访一位我们今日的效果担当，哎，怡璇。我什么时候改？新璇。好，今天就蛮感谢哦。东方色，东方玩，告，东方告。嗯。快点来参加！你是宣传大使就对了。对。哦，啊，哥哥今天跟新璇一起来，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动的要跟新璇？没有，传承了，传上啊不开个米西啊，传上还真同好。啊，如果建模了宣传又还好，同欢喜。感动的徐这些小头安用烟，哦，眼泪挤一下。哦，一改好，世代好又讲哦，我看你俺多3年哦，我们下次哦轮流组队，恐下都会报名哦，好啊，有机一定会做过来。下次就是那个振宇哥单雅补牛了，单雅补牛了。新璇呢就单雅漏工了，对战哦，振宇家庭内战啊，往内互打，免费，直接。振宇哥今天来要不要讲哈哦？我们下次期待一下。对啊，好体贴哦，我来。好啦，先唱，你小曲这老太家讲一下心得。你要把迄个双福沙去个理事长啊哈，然后就报名啦哈，来得亮啥哈，唔是都高一样啦哈，要1000人啊，70拜啦，哇，当欢喜呀！谢谢。进珠姐妹老太分享一下，唔是，小子讲好，好教冇啦，好教当好教。你拜拜再过来参加，讲好了，还得奖哈。啊，你你拜落做嘛噶？人哋梦想多，啊，要想啊，要学啊。好。其實陳主阿姐，你兩隻煮菜哦，係非常受到師傅嘅肯定，係滿分。嘿，阿永遠啊，行擺就多多嘅機會嘅時節咯，向前來挑戰，我們答題率喊下提訊是做對的。對啊，旗艦社區喊你拜 Q 下了，理事長係那個，理事長哇，上到很正哦，行擺往意來。對，他們已經想好，前波有4個加油隊嘛，剛好往內又互打了。哎呦，又免費的。又往內互打，往內互打是這樣，全賺。全贏啊！嘿，錯。對啊。沒什麼外。係啦，其實我看到時沙阿。咩時沙阿姐，2個阿姐哦，記得報名哦，鼓勵大家就係，你看旗艦社區嘅當到嘅姊妹哦，記得本來係東內向界，我看到幾兩隻表現講好，我直接來報名。對，我唔錯，古時呢就歡迎太起搞，不管哦老嫩太細，男唔老幼就歡迎叫下來參加。先唔是就講客家話講了用版，識了客家嘴呢，你就會講客家話誒，等你叫下來挑戰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拜拜。